Hello，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鐵線蓮，叫做里昂 V de Lyon。咁佢咧好多人話佢三類，但係有啲資料咧都話佢二類。咁其實佢係二類同三類之間嘅。我種咗佢都有6-7年經驗啦。咁我就以前我都學人哋三類平地剪啦。咁但係我慢慢又唔知點解有一年冇乜點剪，就發現其實佢舊枝咧都可以開好多花苞嘅，好似你而家睇到呢度都有啲花苞，就係啲舊枝嚟嘅。咁我就冇之後我就冇平地剪啦，我就發現佢舊枝都可以開花苞咧。咁其實佢可以開，淨係喺春天同夏天咧已經可以開2輪。咁第一輪就係舊枝嗰啲花苞會開一輪咯，然後咧佢又同時間出新枝咧，咁新枝嘅花苞又會接力而上，咁所以咧加埋個花期其實可以好長嘅，淨係第一輪。咁當然佢亦都好似有啲二輪咁，喺秋天嘅時候咧，亦都會零零星星有啲花苞，所以呢個里昂鐵線蓮咧係好特別嘅，我覺得佢其實按道理咧，佢係真係可以開3輪花嘅。咁而家我就首先俾大家睇下個花苞情況。而家係5月，咁等佢開第一輪花之後，我會再拍個視頻俾大家睇。咁所以我就好鼓勵大家唔好平地剪里昂，即係如果你修剪咧，大概好似當佢二類咁樣剪，就到1米左右啦，留翻啲舊枝，等佢出舊枝都出花苞。佢又好生長能力好旺㗎，佢可以同時間生枝亦都標花苞出嚟，咁就接力上。你見我呢棵咧其實好大棵，因為我呢個位咧向西南，陽光好好，咁所以都6-7年啦，所以都生得好好。我從來冇擔心過佢嘅開花表現嘅。咁趁佢而家啱啱標花苞，我就俾大家個示範，等大家知道佢真係舊枝都出唔少花苞㗎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當然新枝嘅時候就會好壯觀。咁到時再 update。Thank you。